长篇评弹《玉蜻蜓》第4回，至真描容，由蒋月泉、姜文兰演唱。金龟生并购恶道，凡是他这个可是可得来，那么难弄翻。你像恶道里想把这个我金龟生，你咋来难过？一进来东康西康。现在这个新人来努力难弄法，而且呢，让体谅一些不要努力水做的，给他的恶道，那么去得了不不啊？不了不不是该天事体总归讲子，了不不晓得金龟生啊，听上，大家到走去设地势，把的网入香。把金龟生卡顺了，凡是他你剃头要么对方们理理，但还理想的村里的斗赛的后赛，大家要偷来。啥他们因为金龟生自家叮嘱，等到将来小奴养死我来，挪我的后赛，把了小奴身上送礼金干去。在别人家戏子们总归要多着两件衣裳。是人讲领队的，少人讲是要5个领队，女人是7个领队的。金龟生作业，反而不推荐后赛。这些后赛替我新人的把手指么相互的想去关一关。我总是他嗨起来嘛，大家商量，我金龟生还弄翻，那个古代也不敢去骂。你拿到古代对得起马古代，一门的人都到你去的上人，那么马们也没了不起马，去的上人们了不年纪顶头的，也不喊我去他这能够自家来马虎，那么得不拉3、4他这样子，加上用不到用户的与2到5河港了。金龟生毛病里不是适当率中，你慢慢加松，你遇上话要好好，要拖几个月等。加上原先那些金龟生身体好的，你上起来。第3次他说是支撑啊，今天呢还肯陪我，偶当里向路4米要去对，我3个冲到偶当里来余地了是来陪我余地。今朝飞去追他，从未那行追法嘛，今朝呢牛要陪我这样去追一遍。那么看头要难得起劲嘛，是让你追追，两家就让3门更是追起，金龟生猜了比支撑的水。那这个一趟里起来子嘛，后来碰下来是分起来些。10大次的课堂天津里的海金龟生不追。可见于两江无一么里来的浪不走，有3、4他说都要这个无一没啥都不看，来听过听了只看啥题。那么金龟生是3、4他，我来让想，现在的我身体好，你不晓得自家也是，我现在好。他刚刚想前一天这个我毛病凶险的当口，反映我西亚欧当，你都拿我们的汗水做他。3次他已经2头起的来，都要你讲个这闲话啥体？他刚刚现在侬买好了，也不会死，你不能喊侬水做，这就是我想不出。那真正农家嘛，这个2个5河港，你都喊侬水做。这个3次他2头起的来，都要你为讲个这闲话啥体？他刚刚现在我买好了孩子，加上金龟生曾经刚写过一句。今朝实在没办法嘛，想到2个5河港，我来你猜他们大一大沟里，猜他刚才给他3、4他人亡里，要拿金龟生保护起。那么那个4人硬的，那把那古代里向么不要紧，那个缸里呢拿保护起，老不去社棍之事，拿个种高里部。
再次热死让金官生胖歪歪的逼迫歪歪的欧日子哪里歪出来我的趁的体力的金官生去全部什么了2大岁10个地里香了嘛去把了给他更胖一个去努力比率的来努力晒伤都不这个身体的那么张三罗大起让松子观音的波比白龙里下于是西尔门可是西尔门开出去一片空的山这片山的外头有个楼柱的相对外头就是高了相对底下还是欧当本来预备12对蘑菇有谁来结过婚的那么人谁都没碰一个头头大家出来是钢笔嘛我个这张头头的想放武器而且让金官生的面孔还要披戴护躯色啥天么这个方向出向也出得好等到我官生个这张放武器以后嘛唯一这钢去努力合上去不晓得这个头头啊本得不甚旺盛等到地面这钢来那个合上去这个钢底露出地面不实等到来年带上去嘛总还要离开中这个基层光景那么过天日老婆要去买你带头上我个头上带一个傻子嘛我金官生个粉灯里打没头不如想他这种口气比较疑心这个来打没头这么本人家不疑心这个你带头上嘛走高不用头因为那南面风吹吹雨多多一天等4天3世里嘛总是他与当家是他临时那么金官生本能里他把那么子水你他2口斤把水给这里都拿出来的那么高山不可吃皮啊地木也2块乡里人家在那碰个你为了提碰本人家也行3世里为进来小门关好嘛天亮足第2天在辛苦嘛个人来去碰个我刚才3次他到门家就来快叫老婆到山当上下去买的2个松鱼那么金官生的粉布比一个去还要种一种说了等到将来16年以后4天抽帮来我泸州这样他金官生的粉已经买等呀16年下来个姓10已经买2样我要ให้老婆去买一头香樟木啥天么在海里要替金官生都要做一个华为才是他天水多加上水马聪明一个小华为他口几年那么宝贵让男是要烦也不还是要媳妇吃干你们有啥个媳妇叫啥你宝贵让的男是要是民国相生贵神金公之神王那上头挂一地嘛叫神之现在4天分抽帮上头一地不地神王为东大一路摩驴嘛离到金官生都要第2个香亮从慢慢叫铁身上刻出来这个头梁关于这个小米嘛小眼睛小不对小嘴小耳朵对浪向嘛这样金身浪向个衣裳嘛有衣着再刻出来而且金官生都要个把手指嘛放到胸口里我对当一个手日离这个张鸟心灵来刻出来我刻个辰光个不单嘛出来画一点给他心灵的范围嘛小子不当心一打嘛打出200几给他看上去不像心灵这个像个猛飞之间一张给浪向不像结果他是真正这样的等到金东娘娘3岁2档看见摩头人马上就要抽吧但是3次他3头都要是第3个金官生分析谢谢么大宝贝刚刚讲大摩头人们还要同派的是的几次3番想到金官生已经要分析了嘛那么去得了我等那不必求那500块不是非要是一个3次他130次他是想这个已经要人气了分家的金家外系的但是金家总是他带到人家去做生意老龙天赋代替的还不了谁听之前一口子口因为你肚皮大
但是他一口子了那云房里死死死态。行走云房与走死，终然此恨杀人之，谁对是下天律门，被击熬动，娱乐是怒海命口。再是他，自从金龟神都要细致一语，一经地地可可，想想哪里你叫哪个？斗绿一年斗一年，勾当十方之事与相克来，假使出邦一恶性命没办，这个已经下定结了，来不求的，实在是他没忘记的。都要的日子天定没做，都女的有线路一般样哈。这个真家后的，假使你现在心里电路哈，跟那是，你哪对都是都要的。但是他听起来不说，总说不是，一口一经可可的，若是再是刚年上心，就在一口子来远方里，把人带出去，接了浪出去。想想我自这个命能个口，兄弟是要呢，不是兄夫与姊妹，狗口伶仃么吃自高手的，该给啥有什么就让他做出自个，想不到为的办法金龟身都要，罗里写的还真不然，不几个人都要一并身亡。
也帮他都要，一个新主来，英中的大义呀。现在是不让有，我眼睛一闭，都要想嘛就让眼睛门。你叫啥师傅来的？你讲个1年、2年、3年、5年、10年、8年，这些年没特的。我只是娘娘孙子谁帮着都要这样一个亲人，都要面孔，我还忘记了。这么难，自告为何？大理何家利用？我是想我是纪念，当提起别来眼里就流出来。你这个不不地的拿我这边，根本不也忘记个呀？这个，今朝我当你来听听，一个人也不来当家，让我试试。假使我这人工再好，我不人工往是本了，对。这个眼睛过来，水大一道，元王门打过手上横海一路香，那么也和同样的使用，就是要支撑苗用子。那么啥事体啊，分一路香，来对这个香一个人的心啊，那还不得心底的。何个种事体，你心里想留不来噻？所以三师他一经验何分我神，我们谁是这个的？三师他有在身体生病嘛，我的那个村子的来铺一铺，米拉像一张苦橘子，比拉像那动啊红的来，哎呀，叫啥的？一扎水绿苔，当个资格。关闸水人我嘛，我得不得嘛带他重新再来。那么旁边人不个这个拿金冠生的张面孔也没出来，但是他最年龄我活金都呀，非要河里粗劲恶当的张面孔，那么活了浪灯样，潇洒风流神红气魄，一生一世可以看看。那边去乡里金冠生临时4个辰光，让脱山庄当去，这里这么对了对，这个那活了浪不就要想，加上之前我眼睛别个一闭，镜头呀实在莫人，实在日家为紧。这还金冠生粗劲恶当的大面孔，三个那的问题呀，也没出来。神年，君的灵恩，无数从外人承认，高配瓦用西瓦比，因为比
生一吐心各云凡无途中生西河金冠生的不对，你中国人的华人的面孔西河不对，凡不土中生加凡不土中灭，这个不对但还已经不离归哈。瓦大一日水美没法披苍幕，乃话他心啊灵这一双秋意冰冷，但还和金冠生个上眼睛嘛，三是他是刚好的活吃功夫。为啥？因为金冠生个人实在聪明，聪明人的眼睛难没难活，一呢是心智根妙，金冠生的上眼睛稳。来看下来，这个人啊，聪明不聪明？来看眼睛哈。聪明人因为这个年龄多，谁为啥的才怪呢？不比过路想这呢？这比过我个这个人笨的了，莫说干嘛用来看，这眼睛你都爱盯眼。老兄，你要对身体大关系。真都压个人聪明。所以呢，活力个上眼睛在没吃功夫，比较难活，再要活起。瓦大一日，米袋上放双儿佛，只怕要遇基因不追。神加上和金冠生这个智人兵的协商，难度要是刚好个谁把伤死，那还要16岁要女生嘛嘛，大家那个智人兵破人众多，实在的想不通，啥个道理？那16岁也是，哪个人不应该是？我虽然哪个一个自己，那么想不出嘛，也没人众多。那么搿种光想市场下去，将人中一层呢，一手一把，来这个人的人中一层上，还为180岁，那么不分呢80岁，7分呢70岁，我都是这样子的。人中一层一手一把，那么呢，帮助要我8岁的，人中不成。但挖这个比较低的了，连神都了，都一会要困1年，困一花1年嘛，这个年纪也不能带走。但是这个人分来这个智人没谁也刚进来，啊，这是谁？实在嘛，至今心里想难过，啥个刚进来我的要女生嘛，总大家要么智人必破，记着智人必破哈。你说最那个句话叫智人不想想嘛，害我们都是，这当时为是这样我去。瓦大一日，对待顶尖双飘带，身上写出这落海听。但还金冠生呼吸着安鼓落海去。今这个廊下还要我安鼓，给他唱我心灵唱到金冠生来听，总归安鼓落海听，安鼓落海听。呼吸这个颜色，
有2天看来百姓我错的，是那个金龟生1年到头已经不换衣裳，总归安过了。实在的衣裳换的颜色不换，金龟生扎衣裳就和钢锯。那个是趁我推动，那1天的要我记得，这样起来安过了海天。不过你这个花头，那还得是一朵一朵圆头。你说啥呢？你说这样下来这个花外分开了，圆头。但吃东北快过到日子，要换衣裳的安过了海天，互相的这个花开着，一朵一朵需要花的。等到压的过到有点阴水水，安过了海天，这个花在开着，一朵一朵满花。一进浪湖的，来不懂的人当里只有上一点，安过了海天。刚举个旁边的湖的，别个来看不出。后来有2已经是你那一斤的衣裳在我湖的，这里向花的人都分开出来湖的呀。你湖的了不露的，顶很都看不出了这样的。他尽管是2刚举的，安过了海天我还。瓦大一日，白领人发自身上飞，他主让的红衣为飞之身。瓦大一日，是那年兵相飞射，这是人乃是海基真，我乃话若心定。那么南京官生的面孔啊，活得这样，给他手是肉心人飞个到我这样。因为金官生的他肉心人不得了，来讲没人啥大不了，厚肉有啥事情？好是有好个的颜色，手加之，加上个他心里的眼睛绿，这个天上这个颜色发上去，4代几家听见去，白两这个浪向一定要慢慢喝嘛，他鼻子我擦了不要我，这个叫天然的俏色，这俏色呢望上去的一个光彩活的如宝这样。那3次他个被我在内哈，那画上去到底是500包讲，所以呢，那么你和金官生还是立了浪呢，还是困了浪呢，还是瘦了浪？现在大家身体不好，但是你活里瘦了浪。瓦大一日，身肉一张不交衣两身来。一车灵恩，我如一位我今生，但是我尽管身体走路了，这样打针，搿搭水2个人，夹了虽然经背头搿根皮包打个腿里让他夹来了，关闸水搿把手指一开了，扶了胸口里。下头个他手是肉心人打了浪，还有一本汉王手头。哇！3次他等到那个不背过，带个张小姐一口门，眼里哪个的去？我认为这个豆芽我河南熟了啦，那这还已经熟了，那到底是哪里有不个好？那豆芽的人，这个文哪活得去？想想金官生的人喜怒哀乐，这个我活不出的。我乃话你西来，好似海东沙，你认得平安你吃香
小生，谢谢两岁男人家要引我写出来考不着，那么来说开心，这个我哪活得这样？内娃你，老夫云房通宵息，你分是娘娘大乡门，我看你。铁齿牙牙怒不平，老婆在云房里想不行不难，说金龙娘娘大好门，不拉不人家地草叫吃老虎。这些辰光大家不头一看牙齿咬咬掉掉讲，张日啊张日不易呀，那喊我这个哪壶这个样话呢，人啊把从此爱与高，不在口中叫知真，我看你十分百口十分心，我乃话你以来多是为人小气，你我平笑我不情恩，做事装腔为了唱戏本。家坐上空驴一佛子，我朝夕分享，哪里白得你灵恩？终句虚话当不得真。绿里酸，我与你人间天上两飘零，想凭你多少临冰口，是否师兄是当门路人，幸亏老夫自己心，我在那个孤苦伶仃的那些，不老不我来的是，哦呀大姨，那真够，针对义用苦。他是那娘里的俺在晚上客气没问题。说第一个人的年龄想想要多富贵，越想越苦，想想真苦苦。我讲那个你找500多嘛，做心也挺细。那么今在欧大利500人了不挂下来，在上场只有哪能办？以前让这个辰光，但还一个人来着，啥人？与那老虎婆，与是金爱门。李玉长不得了的大体来，让人家做生意的还13位的科技当家，大量的土地让你都，老婆不计我聪明，连你都说不我听见，年纪没多，你都没好，加上吕新一听当家郎商量，前2日的饭是他说的，大衙门飞的张头的。这张天看上去不会臭棒子，小家呢还有啥饭你莫当鱼皮，那头里像个太阳，当头都去农地当太阳来当头子。这将来那非要男生拿龙臭棒，可是狮子有女生吃，来当头子。3-4套路里看，
今都要临终送托的就是该这样子，你听有自家事。不肯来不肯么今朝郎商量，说满特里你那个当菜要把那7个么子里向，我这么饭里啊、小菜里啊、茶里让你当他这里捞的，老婆婆也记得，不要么啥子政府家的，这里都送点么子进去的，一切那个菜当他子，我们哪带都是这样。今都要临时等没这头上浪请3请，说当我开3个队个，把点养窝当里向去8个岁。那么哪好走起你老婆不理哎，加上你那个摸鱼往身边看看他，当时他要靠摸鱼嘛，摸鱼上不，老婆不是我忘记他了欧当，我马上去把推的。老婆现在一个霹雳在欧当里面欧门，这哪有个洞洞的，自家人才晓得，2个队的差点呢，100么这个小手开始，外州训呢要进龙门关好。将军到3、4塔军，妈妈只听你想，儿子大姨呀，也来啷个，冲了一进口，3、4塔，3、4塔开开，哈，哎呀，一听明白，来不不啊，哎呀，3、4塔好，什么台浪向我个台来浪，我说起来来不不自家人不要紧，不要，来不不我不补。这我还是事业不离口，因为来不过了，事人家做。那么你去做法事，爸爸有这种事体，总是主人家看见到最最门内老大家，欧堂里去，哎呦，到欧堂里向听见说眉头瓜，跟那去不这样讲。那么那一般外头，欧堂里十方之气，外头就是看不起的多，把人家东西这还道理嘞，给今朝来不过就来打个过人家。都不离口气该当为脸的，哈啥靠？我靠了啥然后呢？内云包，手一斤大，2只过1领，忙着内云忙去，放了啥然后上了，鼻涕为了一扑，啊大意，回避愚人来了，你爱水屁看，来家里可们要干混的。上次忽悠，上铺里怕风，是的是。为在我的胡子上讲，稍微引水都要水走水。过来，我收起他们用马门干。哎呀，山西他。哟，老婆，你回来了。就来在。你看我的500人，心一定。老婆，你人回来的。都是。一竿子走来把他一打，有一桩要紧事体在关家。好事呀！阿玉讲是当家是他去年吃些个当太阳。玉其是的。玉讲是的，对在。加上今家里都让商量，预备弄个当太阳把那7个么子里，满特子来的娘来吃去。哈，这个种事体的，哎呀，老婆。这里是有事和你。哎呀，那用不着急着。啊。公县里都商量了，你对侬老婆谁听见着？你这地上，我你这里都拿不来吃个么子，再难好吃，3蒸海比难别吃。侬老婆拿得来个么子难经过吃，不经过我2张水内随便哪个别吃。玉手了。记好。好，3、4他够家。假使你不来，我送信不我，哪边上你都到，你都随便上个铁桥里向放点要起来，更多比这个电脑办法来，我哪对得是都要，来不真正恩过，心里人说眼里过来，哦呀来不，终于你一定如龙出大日来了，许凭你一杯。不够当呀，你们说的啊，用不着不起来呢。是。啊，你，哎呀，眼睛羞红就在浪哭啊！是呀。这是高头里向预习身体当心的。是。都靠这些我也可挖的。那么那时他只哭嘛，实际上哭还有啥不一样事体？哟，来不？那真相说的。张太平你。
谁话大义的义勇呀？我都要个小姐，俺我快。这一往日的哩。这为台湾几户，这讲夸不为台湾几户。啊。伢奴来不来看看，何得这样的不是？啊，来吧。你也记大义吗？也看看。看话，对我拼命大义。对不起，口用几分。哦，这个不去了解不记了，我要进去病了。是呀。老婆他气愤，这个老婆总在地内一门啊，让人开心，那么才是他。拖来地下去病的上。哎，是。来说，要帮忙，总要给弟弟上点距离本啊。我想帮人也急，只怕不能。是吧？你老婆也急嘛？两来应允的。哥哥，你想要帮拖来体谅上好哎哦。是。拖来啊。对脑病嘞。那么这次他一本正经忙着内容忙来，病是的是。你不当你上火的，实际当你活个金翻身。至于的内容忙，上门的渣子一两。我的500个人，我3人一个500。谁不报不为客，他也会为君家写相公，为人素日比人们。口进来天气呢，一天气呢，我本人业绩了，你还回头，哪个不业绩你回头不去搞，哪个不恩公呀？今朝里这位雇主来上去了，这个信呀。侬也办法了，师兄在那拉做王年头，你也办有理讲。这个老娘高家是有点啥，我至今性命也不给。你也办有你高提起送大义，你口用几分啊？我要与我去听了呀。哟，大义的用几分？许主大义当心了当，2个字头各1领，你是都要起来。大义开支谁呀？其实你不得跟都要不会这个，你会叫你扣子。这一是金啊，你开支谁最？开支谁了？一路过来在内云房门口。谁是他？大义来了，派来迎接。稍微要这个了，我的账我也看58是好的，来着。与那父母上帝的相公，都要老马的迎接之都要在。嘿，妹啊，不能出来。为什么我就敞开了嘿？来吧，把脸杀青雨上啊，都要是登记雨上的，用不着这个，你还得自个用吧。上出来顶多2单，3不过叫一句的啦。哎，下次都要自个用吧。来吧，你也记大义吗？要看看。开了嘛，看得天上都要有毛病的呀！
他举兵之身最怕风。破风的，像带过来张头名指的是破风，叫吃花特，也可不是法。他是关窗新开金军下，四面个长夜经关一关，三关好在。那么他在外云吧，没见那个林老师上，马正开背浪下一过门是都要说了啦，大爷在此。快了，我们三个金关身走了，老吴一口门挨头，才是他表示的好。他话的无如三日冬，我走到西来，他开到西，走向东来，开到东。这个就是不容易。你拍了让我这盯到那口没啥事体，啥体有四个门。你拍个辰光眼睛盯到金鱼口哈，拍出来眼睛不盯到，这个活不用，你点睛点得好。我认为一个金龟神，把春天欧当一日一样。你活的是厉害。哎呀呀，哎呀呀，哎呀，都要长鸡了那动物啊。是呀。口上去与海我当那讲。是啊，大爷得讲话哩。不知讲的啥，你们来听听看。好。你身体虚，中气太晚，要听个哎。你去听来。既然么一人风过来，我张子头动一动，说都要讲讲个。那你和考过地理一门，你都吹到金关生举报兵，哎呀，有什么事？都要有两句闲话盯住了。什么话儿？刚才我求求你，只要能够，那陕西路的年龄呢，确定不能去。都要关这呢，我不要忘记。他是林中盯着手老鸡，再从家关在你腹中，来于地上头的个小奴吃吃毛病呢，大夫是都要。是。都要为让盯中哦。刚才小奴养猪了，要送到金家里去。都要你放心啊，老奴老妈的身上你放心好。来吧，请开水。不认嘛？就完了呢。一碗白水，滴滴是爱。啥天？哎呀，你生毛病破肺的呀。他儿也聋。你都要聋。请开水。怎么那个张子头发不起？等到破车子哪聋啊？这个。你总要不要定做子么好？是。哎呀，挪到山上让别屋做里去。不来讲，那挪到别屋地里去啊？别屋地里出毛病干？为啥我们金家里都要不提子百姓的呀？第五年就获得了4米定，那么搿张我弄到别屋地去，一到别了墙头上开起来的。那么第五年口气子啊，哎呀，怎么样？说你平时那啥有你来了该到墙头上，那么也闷的嘞。搿张我说人刚弄得来变，你们们抽放出去来发好话，他一恶心民来吧，还弄出去的，来好。是不得。搿么啥人变？任你听日点话。那是他变。没好，谁是他？那个人做人家飞天口变。是。我妈都要我怪话变。将来小宝宝大起来以后，长人以后，称心别变。称心了。不要好就是么扛起来，分家的你家卖瓜，你一个人就只真的要人把菜。